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，就你来听60年前的四句联，咱来看一部黑白古早电影。敢有影国情你要播电影给我看？来啦，四句先甲听啦。内底二句讲街头巷尾全草厝，无花无得三脚拄，壁虎油塘逐项有。跳骹果会生酒菇，起厝全是土甲壁。人咧发达袂够野，厝顶砍草无砍叶。暗时全点草油叶。来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朋友，若无演过黑白电影，咱无法度看到50-60年前现代公共建筑、台北车头、高雄车头生做什么款的形体？对啦。若无即个60年前的四句联歌册，咱嘛无了解。迄当阵民间的生活，什么款的经济？讲吼起草厝无花无得三脚拄。那安尼因为公共卫生环境无够遐，所以跳骹果会生酒菇。迄个毋是贴砖啊，是土甲壁的厝，厝顶拢砍草无砍叶。暗时阁专点草油夹。即句话伫台北大书店内底还阁查有，就是用草油。就是有人讲做火油点的灯，咱知啦，即马已经无咧讲啊。有啦，有咧讲草油膏，头毛三工无洗草油膏，有咧讲草油埃，就是若用迄个油吼，品质歹的，煮出来的菜、煮出来的肉，就草油埃啊哩。过来吼，原因会造成较早生活遮尔艰苦，就是因为迄时文化未进步，无电火啊，摸点草油夹真艰苦，一拍亲像。火金菇，黑暗时代无电火，街头全是烂糊煤。大狗无桥袂得过，好来世界伤累。国情啊，这烂糊煤写法哪安尼？甲咱电视台拍字幕无共，无毋对，因为这篇我完全遵照60年前郑国成开台湾歌四句联歌册所用的用字拢无甲改。你讲点草油叶，一拍亲像火金菇。你讲迄当阵因为。公共卫生环境歹，下水道开辟了嘛无完全，所以街头全是烂糊煤。大狗无桥袂得过，迄若后来世界就伤累。老爸咧听，加强回想过去的旧感情。少年家来听四句联，知影较早台湾的历史。